在座的举着所有的这个摄像的朋友们，一定特别关心我们的这些演员们会不会因为新龙门的破圈而离开了粤剧舞台。我想告诉你们，他们昨天晚上还在场地上演出，是今天凌晨才到的上海。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粤剧，放弃过舞台，而且我们希望，本来在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的娱乐消费方式就是看戏，只是我们现在让戏重新回归到了今天人的生活方式里头去。所以你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拿出更好的作品来，让大家认识我们中国传统艺术的它的美好、它的优良、它的传世性。所以大家敬请期待我们更好的作品。我其实从来没有特别长远的做这样的一个规划，但是在未来可以肯定的是，我不会去拒绝更多有趣的尝试，但是最首要的还是把粤剧唱好。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半年里面可以有机会尽全力的把自己的舞台作品去创作好。好的，老师，谢谢老师。